无论阮所听的歌、学乐你的歌，也是阮所听你的话，拢真正真做阮生命的帮助，嘛会当互阮生命活出来、行出来。需要你信心，甲阮同在。下面的时间交伫你的手中，你亲自引带，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日是咱港台咱的读经计划一直落来诗篇的最后一篇后礼拜开始要进入雅各书雅各今日我选68首，第68篇这篇这长这长，应该有3个部分我条原经中第50到第19节，安尼分到足奇怪拄好3个部分拢有讲到毋过拢无介绍，毋过无要紧，咱家己的重点讲出来就好今日咱要讲的是伊日日为阮的答，这是一个足奇怪的概念，就是讲上帝是一天搁一天伊是为咱的答，是安怎上帝为咱的答咱为头开始看，第5节，伊讲上帝伫伊的圣所，伊做2件最重要的代志，伊做孤儿的爸，伊做寡妇的伸冤者。各位兄弟，咱若甲伫伊的圣所甲摕掉，变做啥货？上帝安那？上帝做孤儿的爸，做寡妇的伸冤者，对无？安尼敢有啥物无明白的所在？无啊，是安怎强调讲上帝伫伊的圣所？啥物意思叫上帝伫伊的圣所？伫伊所掌管的所在，对无？咱来想象伫以色列人的概念内面，上帝是伫地显现，甲因做伙，伫圣殿嘛，圣殿的至圣所内面的约柜，对无？今日大家精神无啥好，敢若安尼目睭轻轻甲我看尔爱插我一个啦伫至圣所的约柜，上帝的灵在。上帝临在伫遐，所以伊则特别讲，上帝伫伊的圣所做孤儿的爸，做寡妇的伸冤者，安尼上帝伊的范围无介大嘛，对无？你若要甲较大的延伸，就是讲，敢若要做以色列人的寡妇的爸，要做以色列人的孤儿的爸，寡妇的伸冤者，是毋这个意思？上帝敢若伫伊的圣所做遮个代志尔敢是安尼？这上尾，这今日上尾上尾我会讲到上尾头前面，我会讲到但是无讲爱甲我提醒咱即摆转来看这个孤儿的爸甲寡妇的伸冤者伫迄个时代就是上软者、上弱势上弱势毋过上帝无放杀遮个上帝甲遮个人做伙，不只是做伙，伊家己真做因的爸，真做替因讲话所以咱会当安尼看，伊保护无助的人，保护需要帮助的人，保护遐个弱势。伊安怎？伊去对抗遐伊用家己有关系去欺压别人的人，因为第6节伊是讲。上帝互孤单的人有家，互受关假的人出来享福，独独袂记的人踮伫打扫的地而且互孤单的人有家，互关假的人出来享福。大家想讲奇怪，安尼遐个做歹的叫关起来拢出来享福吗？毋是伫迄个情境下面诗篇咧写即款的情境即款的关假拢是。定定是经济因素有关的，
就是欠钱啊，欠小欠钱哦，已经这无资源啊，伊搁欠小哦，啊去互遐个这有资源的人过关啊，甲关起来哦，其实是永远显袂出来。有先咱即摆啥物款的情形无？咱即摆的社会有一种什么族啊？卡债。卡债族是无？哦，咱敢袂想讲啊，迄卡债族家己活该啦，安尼黑白消费哦，无钱搁买遐济物件，会袂？因是活该是无？各位兄弟，咱知影即摆大学生哦，毕业拢欠偌济钱知无？啊，30多万哦，30多万还是低估诶哦。一学期是50万嘛？嘿啊，说他学贷啊，啊，哇这无遐悬哦。叫命，不管啦，反正哦，常常咱的大学生这个时代，大学生伊毕业，伊就欠伊屁股债对无？啊，即摆因的薪水偌济？啊，22K，哦，啊伊若无拄好住伫台北，要安怎？他要趁钱哦，生正就无够，才有法度读官。无吼，所以到有法度去还迄个，你讲30万，还是40万、50万的学贷，有法度还无？无法度还啊，所以因常常在安怎？刷卡，哦，我会记种哦，顶过，迄阵我伫美国读册时阵是1992年到1998年吼，迄6当伫美国，伫遐读册，伫遐做工过吼。迄阵咧上课的时阵吼，老师财务管理的老师吼，迄是迄个日本人吼，伊就咧笑遐美国人，讲笑遐美国学生吼，说你们这些傻瓜，咱白白咧用信用卡吼，我是咧趁银行的钱，啊恁咧去互银行趁钱，啊遐美国人拢听袂咧讲啥吼。伊讲哦，我大概到月底，我一定安怎？账单来，我一定安怎？一次安怎？付清嘛，啊，一次付清是安怎？伊咧趁银行的钱啊。伊先消费伊先消费，先使用，当时较出钱，较付钱，月底才付钱，所以他赚1个月的利息，对无？哦，伊意思是安尼。啊，毋过吼，真正我其他的美国的同学吼，因拢是安怎？因拢付迄个 minimum， 迄个最低啦，哦，最低是偌济啊？你若账单来是1万，你付偌济？1000，你第下当继续安怎？要刷卡，啊，毋过迄收下利息偌悬？总本20%呢，这个是所谓的高利贷呢，哦，就是外口迄个地下钱庄呢，哦，他们是合法的，哦，所以你就看到遮个人安尼一直教落，伊本来就是无资源的人，伊本来伫社会就是较弱势的，伊就一直教落，教到尾啊，伊完全没有翻身的余地。所以有当时啊，咱看到遐卡债主吼，毋通一日啊就想讲啊，因黑白开钱吼，家己应该吼开甲安尼应该，无一定是安尼吼。所以，基本你讲的遮就是讲，上帝会甲遮个弱势的人行做伙，吼，伊是安怎？伊什么款的上帝？伊是困苦的人的上帝。各位兄弟，当咱咧讲上帝是困苦的人的上帝，甲咱有啥物关系？敢有关系无？你讲哦，我也无困苦啊啦，遮有困苦的举手吗？真正有人举手哦。安尼，敢若上帝是因的上帝尔，是毋是？
上帝是毋是咱的上帝？我要兄弟要问的一句话是讲，当你看到上帝是困苦的人的上帝，这句话的时阵，你是有啥物款的联想到什么？这句话对你有啥物意义？就是上帝敢若是迄两位的上帝尔，安尼是无？敢是安尼？无是安怎？好，咱所以爱感谢上帝，咱袂遐困苦是无？哦，安尼有介好，有感谢的心，毋过无够，看伫安尼阁无够。既然上帝是困苦的人的上帝，咱是上帝的啥物货？百姓、囝儿、查某囝对无？安尼咱嘛大家甲啥物人徛做伙？是毋是？咱毋通干那讲我上帝是困苦人的上帝，安尼咱的上帝真正有够甘心啦有够疼心啊！上帝的代志，上帝甲困苦的人做伙就好。各位兄弟，咱是上帝的百姓，既然上帝是困苦的人的上帝，咱同款是活伫上帝国的人，咱嘛是啥物货？爱甲遮个困苦的人做伙徛起。咱毋通干那要一群人好好咱拢是做好的，拢无咧管别人。看到即句话，一定来有即款联想，联想是第五、第六。即摆来看第7节到第10节，咱若看经文，会当看出来，即个诗篇的作者，伊去回想大卫伊去回想头前是旷野伫扶持因的上帝，不只是安尼嘛是带领因进入迦南地的上帝。所以咱若看到第7到第10咱就看出伊是咧描写即款的情形。伫因做行无五望无百的时阵，上帝是即款人的上帝。各位兄弟，咱嘛是爱做即款人的兄弟姊妹。来第11节到14节，一段一段看咧。我无进去字句去解说。遮里描写讲，遮个题目就甲士师记有关系甲史书有关系受到介济外邦人咧欺负的时阵，上帝真做保守伊的百姓，去甲遮个外邦人对敌小台的上帝，保护伊免受到攻击的上帝。各位兄弟，咱的上帝若是即款人的上帝，咱嘛来真做互欺负、互攻击的人的帮赞。咱袂当刚刚看到咱的上帝是安尼，拢徛关山，看上帝咧甲人相谈。咱来聊落，不管是甲困苦的人徛做伙，也是甲遐个无五望、无百的人徛做伙，也是伫遮，甲遮的人受到欺负的人徛做伙。这是咱真做上帝国百姓，这是咱的责任，这嘛是咱的气质。第15节到18节，会当看解清楚，这位上帝是为头开始带因出来，到尾互因伫迦南地迄个上帝，拢无放弃的上帝，完全无放弃。虽然有侪败倒，遮个百姓有一代拢死伫旷野，毋过上帝无弃杀伊遮个百姓。头拄我有讲到17节，各位兄弟，我需要你大家拢看圣经。17节，伊讲上帝的车千千万万，上帝伫迄中间，亲像伫西奈伫神的所在。即句话啥意思？咱所无讲一开始第5节讲，上帝伫地真做孤儿的爸。真做寡妇的生源者，伫对？要记一支后，伫圣所，是毋是？伫圣殿内面，咱就有一寡谣言。安尼毋着上帝要真做遮个人帮咱迄个范围范围，毋着足细，敢若伫圣殿内面，敢若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内面尔，毋是？
你看17节，伊讲上帝的车千千万万，住伫迄中间，亲像伫西奈伫圣的所在。圣殿会走袂？圣殿会刷来刷去袂啦？袂啦。啊，毋过伊讲上帝的车千千万万，车是要创啥？就是要走来走去啊。即款的概念就甲你讲出来啊。伊讲上帝的车千千万万，住伫伊个中间，就哪亲像伫伊圣的所在。本来咱掠做讲住伫伊的圣所，真做孤儿的爸，真做寡妇的伸冤者，安尼毋就敢若被固定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内面，毋是？伊遮要讲的是上帝的关系，伊的关联，会当亲像遮千千万万的车共款，伊四界走，伊到倒落，伊拢真做孤儿的爸；伊到啥物所在，伊拢真做受苦寡妇的伸冤者。哦，伊毋是互固定伫一个啥物所在，也是固定干那要服侍、要帮助特定的一个族群尔。所以各位兄弟，咱基督徒会甲讲，嘛要放较大个。我毋是干那要听我教会兄弟姊妹，我毋是干那要听咱七星中会第2区的教会的其他的兄弟姊妹，咱毋是干那要听七星中会，咱嘛毋是干那要听长老会的会友。上大，咱毋是干那要听基督徒。各位兄弟。是所有困苦的人，是所有受压迫的人，是所有伫无五望啊无方向需要帮助的人，这拢真多咱爱去扶持的，拢真多咱爱去扶持。啊，若到遮听到遮，会感觉足叮当咧。然后无煞，生命过安尼，毋着过啊足艰苦。安尼，规气莫做基督徒，安尼会较好对无？无人要笑我，你真正感觉你真正安尼想哦？莫做基督徒，较好是无？来看第19节，咱今日的重点。伊讲，逐工迄个陪咱的重担，迄个主，就是拯救咱的上帝。是应当得到称赞、称颂、乐乐。后面写一个细拉，迄天咱会友咧问讲，我说细拉啥意思？讲无啥会出来吼。啊，毋过吼，你若看到细拉，这就是因为圣诗是诗，是诗歌，是用来唱、用来念的吼。所以有一寡的符号，等咱亲像咱的乐谱吼，会看到一些什么？延长记号，对无？吼，这个希腊的有怎么写延长记号？伊要叫你停顿一下，吼，互你怀想一下，吼，惊死了，甲我的声共款。哦，希腊就是要叫你停一下，互你回想一下，所以重点是伫安那？后壁，你若看到四拉，你毋通掠做伊摕伫遮哈。即句话有四拉下骹一定有关系吼，下骹要搁讲。啊，毋过咱今日时间的关系，我无要讲19节以后的物件吼，因为19节以后的经文就是要支持即句话19节吼。即个上帝是逐工替咱陪咱的重担的上帝，敢真正会安尼？韩国吼有一个漫画家叫做 Kiro 吼 ，K-I-R-O， 伊定定画一寡动画吼，做感动人的吼。伊有一个动画就是描写讲有一个基督徒吼，用望远镜，迄个叫啥物望远镜啊？看正远的哈勃是无？啊，迄个啥？哈勃吗？这大的望远镜，安尼伊偌大支啊，伊咧看上帝，讲哦，拢看无上帝，拢白苍苍浮浮，上帝已经离我安怎？离我伤远啊！啊，即个讲要
陪我动的上帝，遐远拢看袂到上帝。哦，伊伫遐喊的时阵哦，那个 Hiro 这个漫画家的把野图放大，哦，煞变成哦，耶稣上帝这大声的，伊的望远镜安怎？拄伫耶稣的身躯啦，伊看到啥？看到白苍苍，哦，看到伊的衫，看到无，讲看无到耶稣，看无到上帝。好，另外一个，我就把它截图下来，另外一幅图。我有一个基督徒，跪伫遐祈祷，伊求上帝啊嘛，上帝你来保护我。像较早咱讲的，伊是孤儿的爸，伊是寡妇的伸冤者，你来保护我哦，主我甲你恳求，你来保护我。来，祈祷了，徛起来就叫石头啊嘛，牵着，好，佮牵着后脑勺，遐佮无通嘛，好，总随口，哇嘞！是安怎？上帝我打跪落甲你祈祷，求你来保护我，我当下徛起来是安怎？叫一路牵着，你敢有保护我？安尼算有保护无？无啊，伊的这个漫画家的图就是会放大即摆放大拢看到啥？伊看到啥？耶稣呢？徛伫面头前替伊挡大部分的石头，敢若迄细坑的安怎？是一个细坑迄种闪过，挡着伊的头，伊就化甲挨袂叫有对无？毋过耶稣替伊安怎？已经炸掉所有其他搁较大，伊无法度承受的石头。各位兄弟。诗篇第68篇19节，伊讲上帝是日日，他日日伊原文是一天搁一天一天又一天是日日为咱的重担的上帝。咱真正无感觉，咱有感觉无？咱无感觉，咱认为上帝陪咱的重担。家己嘛，对无？你若嫁着好翁是你的好翁甲你陪嘛，娶着好某是你的好某甲你陪你的重担嘛，就像我共款对无？无想讲陪我的重担。上帝敢有甲你陪你的重担？无啊，敢有这个感觉？上帝互我遐尼可怜，遐尼艰苦，遐尼失望。遐尼孤单，上帝靠有陪我的重担，无啦。因为安怎咱无感觉？因为咱刚刚在看落，各位兄弟，学大即生，这个人刚刚在看落，看伊家己的啥？较尔，伊无咧看迄大。picture， 无咧看大的图画，伊敢若咧看家己，我这可怜，我拢互欺负，我拢受这个委屈，我互背叛，我互骗，我一个人做工啊，无人要插我，拢无担当，敢若咧想这尔，伊并无去看较大的图画，伊看袂到上帝其实。不只是甲伊同在，佮替伊安怎？佮替伊行做侪其他的工作。我举一个例人拢讲，要剖腹生产好，还是要自然生好？各位兄弟，你讲？我被插管，哪一个好啦？好，你讲自然产好，为什么自然产好？不用开刀。各位兄弟，知上帝创造有伊个奥妙的所在。咱的迄个婴孩胚胎伫妈妈的子宫内面有咧呼吸无？
用伊的肺在呼吸无？无，伊是安怎？伊的氧气甲养分拢是为佗来？妈妈来。脐带来嘛，所以伊的肺有咧用无？无啊。伊伫妈妈子宫内面是啥物款的环境，知无？水，啥物水？羊水哦。所以配羊水会透过鼻孔，会充满婴孩的身体啊。肺里面一定会有羊水的啦。好，即摆你讲自然生会怎么样？上帝是安怎设计妈妈来疼？你讲上帝遐尼疼痛哦，夏娃的唔对对无？夏娃去疼就好啊，其他人是爱疼。迄个妈妈要生咱囡仔的疼是偌疼？啊？说是人类所能忍受的痛，再加2、3级。哦，遐尼疼要创啥？遐尼疼就是要伫遐尼胃的所在，要甲迄个胎儿安怎挤出去？是安怎要用挤的？经过这个挤吼，不只是妈妈甲你做一个 massage 吼，甲你按摩，不只是安尼呢，搁一个最重要的，会甲你的肺内面的啥物话？那些羊水啊，那些不好的东西全部怎么样？挤出来呢？吼，所以常常吼，那剖腹产的囡仔，伊的呼吸道会较虚弱。吼，有一间咧讲的时阵，有一个同学，一个学生咧讲，少哥，我是剖腹产的啊，毋过吼，我的气管很强诶，我拢无定咧感冒啊。我就甲讲一句话。好，如果你是自然生的哦，你可以更强。你知我意思无？就是讲，咱讲啊，拢看无到上帝在甲咱抵挡的那一些石头，咱敢若在认为讲，我真可怜，我拢去互欺负。若无上帝的保守，其实你会更较惨。你也更较惨，事情还可以更惨啊，情况还可以更坏。爱知影，各位兄弟，咱是有上帝的保守，有上帝伫边啊，在陪咱。伊不只是陪咱行，伊阁会当保守咱，伊阁替咱抵抗最多的攻击。伊若互咱受伤，伊若容许咱受伤，各位兄弟，你一定爱记住，爱相信我等下面要讲的话。你若受苦，你若受委屈，你若受伤，你一定爱记住，迄个甲你徛做伙的上帝，的确甲你做伙受苦、受伤，的确。甲你做伙流屎，你并无孤单。你身上所有对其他人的侮辱，伊拢有感受到。你身上受到其他人的欺骗、的背叛，拢嘛是伫伊的身上。因为这位主耶稣基督，伊就是捌真侪人、真侪咱的兄弟，替咱这人来做死伫十字架顶。各位兄弟，你无孤单，你有你的主，上主，一日搁一日，替你陪你的担当。咱同心来祈祷。爸爸阮拢常常敢若看到家己的委屈。敢若看到家己的受伤，敢若看到家己真正真可怜。毋过爸爸，阮无摇头来看，你已经为阮所承受的一切，阮拢无摇头看到你的伤痕、你的逼空，拢是为着阮每一个人所流的、所受伤的。爸爸，阮真正。为着安尼，要同心来认罪，
手术开力，互阮有一个较金的目睭，较灵敏的耳孔，较软的心。我要接受阮四周围其他甲阮共款受苦、受委屈的人，软弱软正的人，因为阮知影，阮有这个资格，因为阮已经满满对你遐得到丰盛的恩典伫阮的心中。阿爸爸求你帮赞，互阮会当互相扶持，做伙长大，伫你的听内面，拢总是出伫你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圣名。